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蘇文峰。如果你今年65歲到75歲之間，銀行戶口入面有大約10萬蚊存款，今日我講嘅嘢，請你由頭聽到尾。我先講一個真實嘅故事。有一位伯伯一個人住，佢覺得自己行得走得，身體仲可以。佢嘅廁所地下有時會濕，佢一直諗住裝條扶手，但每次諗起都覺得我行得好地地，使乜裝就拖住唔整。有一晚佢半夜起身去廁所，地下有少少濕，佢一跣腳，成個人跌低盤骨裂咗，佢喺地下挨咗成晚，直到第二日子女上門探，佢先發現送咗入院，做完手術之後，佢就再冇辦法自己起身行路。由嗰日開始，佢要入住安老院，每個月嘅開支遠遠多過佢當初裝條扶手嘅錢。佢後來同人講咗一句話：我以前唔捨得使嗰幾百蚊裝條扶手，而家換嚟嘅係成個晚年嘅自由。我講呢件事唔係想嚇你，我係想你聽清楚一句說話。你戶口入面嗰10萬蚊，如果就咁擺喺度唔用，你以為係安全感，其實可能係你晚年最大嘅隱患。你可能聽到呢度會唔舒服，心諗我好辛苦先儲到10萬蚊，你一開口就話我有問題，你唔好嬲。聽我講完，你會明白，人到咗65歲之後，一個人嘅晚年好唔好過，同你戶口有幾多錢關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大。真正決定你晚年質素嘅係你識唔識得將手上嘅錢換成2樣真正有用嘅嘢。65至75歲呢10年係你人生最後一個可以主動安排嘅窗口。呢個窗口入面，你將錢換成啱嘅嘢，你後面嘅日子就會好過。你唔換，你後面嘅路就會難行好多。好多人就係喺呢10年將一副本來可以贏嘅牌打到最後冇晒籌碼。今日我會話俾你聽嗰2樣嘢係乜嘢，中間我會講一啲專門針對你哋呢個年紀嘅建議，請你唔好走開。最後我有幾句說話送俾你，你聽完今晚可能會瞓得好啲。先講講你嘅處境。你今年65至75，你後生嗰陣做過工廠，做過地盤，做過售貨員，滅過的士，開過小煲頭。你嘅人生哲學好簡單，有得做就做，慳得就慳，一毫子都唔會亂使。你嘅仔女大晒，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家庭。有啲住喺香港，一個月見你一次都難。有啲移咗民去咗英國、加拿大、澳洲，有時差，一個星期打一次電話，講唔夠15分鐘。你唔會埋怨，你成日同人講後生仔有自己嘅生活，唔好阻住佢哋。你講嘅係真心話，但你心裏面同時知道，你生活入面好多時得返你自己一個人，或者同老伴2個人。夜晚你聽到窗外嘅車聲，你會覺得間屋好靜。你嘅開支唔算大，生活簡單唔講究，搭車有2蚊優惠。但你有樣嘢開始留意到，就係你身邊嘅人一個接一個咁出事。隔離屋嘅街坊做咗心臟手術，樓下嘅太太割咗白內障，排期排到天光。你嘅老朋友入咗醫院，你去探佢嘅時候，聽到最多嘅唔係病情，而係錢唔夠輪候好耐，手術要幾多錢，政府津貼要自己申請。你聽完之後返到屋企會不自覺咁打開你嘅存摺，望住嗰10萬蚊。呢10萬蚊喺你心目中係一道牆，你覺得只要守住呢道牆，你就唔會冇依冇靠，唔使開口問人攞錢，唔會變成一個拖累人嘅老人家。所以你唔捨得用錢，牙痛忍客，對鞋着到爛，繼續着眼行，唔想配新眼鏡，樓梯上上落落，你覺得冇事，你將所有嘢都拖住，只為咗守住嗰10萬蚊。我要直接同你講，你呢個做法心意係好嘅，但你好錯咗一樣好關鍵嘅嘢。你以為守住呢筆錢就會守住晚年，其實錢從來都唔係你嘅底牌，錢係一個數字，係一件工具。真正嘅底牌係你嘅身體同你嘅安心，而呢2樣嘢係要用錢去換嘅。過咗某個時候，你有錢都換唔到。大學入面有句話，好多人聽過，但未必真係理解。有得始有人，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你留意最後4個字，有財始有用。錢之所以叫做錢，係因為佢可以用冇用嘅錢，唔係錢，係一堆數字。古人分得好清楚，錢有2種，一種叫藏財，一種叫活財。藏財係收埋唔用，活財係流通係換用。你今年已經唔係後生，冇時間再等你手頭呢10萬蚊，你繼續擺喺銀行。最大機會發生嘅事，唔係你救到自己嘅命，而係你一直唔捨得用，一直放到你走咗嗰日，然後留俾別人。留俾別人本身唔係壞事，但問題係你用你嘅牙痛、你嘅頭痛、你嘅安全去換嚟一筆你自己從來冇享受過嘅錢，呢個叫做守財。守財唔係惜財，守財係被財所困。咁10萬蚊應該點用？
我唔會叫你投資，唔會叫你去搏。你嗰個年紀，任何叫你揾錢嘅人，你都要遠離。你只需要做兩件事，做完呢兩件事，你後面嘅日子會完全不同。第一樣用嚟換健康嘅本錢，我講清楚，唔係叫你買保險，唔係叫你去做定期存款，係實實在在攞錢出嚟處理。你一直拖住嗰啲問題，我建議你用3至4萬蚊左右做以下幾件事。第一件，做一次認真嘅身體檢查。我知道你會話，政府有得排期，使乜俾錢做？我唔係叫唔好排政府，我係叫你唔好等。喺你哋呢個年紀，好多病等1年半載，可以係完全唔同嘅結果。心臟血管、肝臟功能、癌症指標，呢啲檢查幾千蚊做到萬幾兩萬蚊，你聽到會心痛，但我要你計另一條數。一個癌症早期發現，做手術切除之後跟進，總開支可能幾萬蚊。同一個病等到有症狀先發現，到時已經第3期、第4期要食標靶藥，要化療，要照顧，開支幾十萬起跳，仲未計你受嘅苦。個分別就係你今日慳嗰1萬幾千，你記住一句：早醫病係用錢醫，遲醫病係用命醫。第二件，處理你嘅牙齒。好多長者覺得牙痛好閒，食粒止痛藥就算，但你要知道，一個老人家如果牙齒唔好，食嘢就唔方便，食唔到足夠嘅蛋白質同營養，肌肉就會開始流失。肌肉一流失，你行路就會唔穩，容易跌倒，跌親就係另一場災難。同時你營養唔夠，免疫力下降，小病會變大病，牙周病嘅細菌係會入血嘅，同心血管病、糖尿病控制唔好都有直接關係。你以為你係唔捨得整牙，其實你係用自己嘅身體慢慢找數。整牙貴唔貴？貴，但一個食到嘢嘅老人家同一個食唔到嘢嘅老人家係兩種完全唔同嘅晚年。第三件，處理你嘅眼同耳。如果你開始覺得蒙睇唔清楚，去配過副新眼鏡。如果你聽人講嘢開始要人重複，甚至人哋講3次你都聽唔清，你就笑笑口扮聽到，然後唔出聲。呢個過程好殘忍，而且聽力衰退同腦部退化有直接關係。一副助聽器幾千到萬幾蚊，好多人都話貴，但結果用一段好長嘅孤獨去換呢筆錢，值得嗎？第四件，改造你嘅家居，特別係廁所，呢樣係最少人做，但可能係最重要嘅一樣。我開頭講嗰位伯伯就係因為廁所地下濕滑，冇裝扶手，跌咗一跤，成個人生改變晒。一個老人家跌親，盤骨裂咗要做手術，做完要租床就會有肺炎、有褥瘡、有血栓。就算好彩過到之後，好多人都要坐輪椅，要人照顧，要請工人或者入安老院。呢個開支1個月1萬幾至2萬幾，係一個無底洞。而防止呢件事發生嘅成本係幾多？廁所同浴缸旁邊裝扶手幾百至千幾蚊，地下鋪防滑墊100-200蚊，夜晚起身去廁所嘅路上裝感應夜燈幾百蚊，門入 camping 或者做斜台幾百至千幾蚊，加加埋埋可能萬蚊都唔使用萬蚊去換走一個隨時令你成個晚年報銷嘅風險。呢個世界上冇任何投資嘅回報率比得上呢樣。你可能會話我行咗幾十年都冇事，你要明白你跌親唔係因為你唔小心，係因為到咗你嘅年紀，你嘅平衡力、反應速度、肌肉力量都同以前唔同咗。你踩到濕水，以前可以企得穩，而家可能一跣就成個人反轉。呢個係身體嘅自然變化，唔關你近唔近身事。第二樣，用嚟換心安嘅本錢，處理好身體之後，你手頭可能仲有6至7萬蚊。呢筆錢唔係叫你攞去搏，係叫你攞去換一個唔使驚嘅狀態。有太多老人家戶口有錢，但成日心驚膽戰，因為佢唔知自己將來會點，唔知自己有事嗰陣邊個幫佢做主，唔知仔女之間會唔會為咗筆錢反面。呢種唔知會慢慢侵蝕一個人，你日日夜夜咁擔心，身體一定出事。所以第二樣嘢就係將你嘅唔知變成事。第一，將錢分開3份。好多老人家將所有錢擺喺同一個戶口，日常開支同救命錢撈埋一齊。呢個做法有2個問題。第一，你唔知自己實際上可以用幾多，一係慳過頭，一係唔覺意使多咗。第二，萬一有事，你自己都亂晒。正確做法係分3份。第一份，日常每個月要用的錢，柴米油鹽水電煤氣車費，擺一個戶口方便出入。第二份救命錢擺另一個戶口，或者做定期，唔投資，唔借出，唔做擔保。呢筆錢嘅唯一用途就係你或者老伴突然要入院，要做手術，要請人照顧嗰陣用。你至少要留返15萬。如果手上暫時冇咁多，就逐啲儲。第3份安樂錢，呢份係我好想講嘅。呢筆錢係用嚟令自己開心嘅，去食餐好嘅，
去飲杯茶，去買件自己中意嘅衫。一個人如果連使錢令自己開心都唔敢，其實已經放棄咗自己嘅生活。第二，寫定平安紙為用。好多老人家覺得自己未死，寫呢啲唔吉利。但你諗下，一個人走咗之後，銀行戶口會凍結，子女要搞一輪手續先攞到錢，中間嘅開支要仔女自己先遞，然後兄弟姊妹之間開始計數，計客就開始有拗撬，有啲家庭甚至因為咁而反面之後都唔再見面。而你留低嘅本來係想幫佢哋嘅錢，最後變成咗一個炸彈。寫份平安紙幾千至萬幾蚊，寫清楚邊個負責處理，邊個有特別照顧，簽好名擺好。你做完呢件事，你會發現自己個心定好多，因為你終於唔使再擔心將來會亂。第三，做持久授權書，呢樣嘢好多人都冇聽過，但極之重要。持久授權書嘅意思係，萬一你將來因為中風、認知障礙等原因變得唔清醒，做唔到決定，你預先指定嘅嗰個人可以幫你處理財產。如果冇呢份檔，你有錢喺銀行，但你個人已經唔清醒，銀行唔會俾任何人幫你攞錢。就算你嘅仔女上法庭申請，又要等好耐。嗰段時間嘅醫藥費、照顧費，就要佢哋自己先頂住一份持久授權書，需要幾千蚊。你今日清醒嘅時候先做到，等你唔清醒嗰陣，想做都做唔到。第四，同仔女講清楚。好多老人家最唔想講嘅就係錢，覺得講錢傷感情。但現實係唔講清楚最容易出事。有啲仔女以為你好有錢，開口問你借；有啲以為你冇錢就唔理你。你講清楚，反而大家心中有數。你唔需要講到好詳細，你可以話我有幾多錢，我自己夠用，放心唔會麻煩你哋。我份平安紙寫好咗，將來如果我有事，我已經指定咗邊個負責。你講完呢幾句，你會發現一件事，你嘅仔女望住你嘅眼神會變。因為佢哋知道你係一個安排得妥當嘅長輩，將來唔使佢哋煩惱，而你自己心裏面嗰種唔想拖累仔女嘅恐怖亦都會消失。古人講得好，人生有一分安排，便超脫一分。老人家最需要嘅就係安排妥當，冇心事人自然就輕鬆，心安就瞓得好，瞓得好人就精神，人精神就中意出街，中意見人。呢一串好事全部都由心安兩個字開始。相反，你日日擔心錢、擔心病、擔心將來，你就會瞓唔好，成個人怒憎。呢種狀態捱落去，身體一定會出事。好多老人家嘅病唔係死出嚟嘅，係擔心出嚟嘅。我講咁多，我想你記住一件事，你嘅底牌從來都唔係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一個老人家戶口有3萬蚊，但自己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平安紙寫好，仔女知道安排，呢個係有底牌嘅人。另一個老人家戶口有50萬，但95歲要人為要人抱，周身病痛安排混亂，呢個冇底牌，只得一堆數字。邊個過得好？答案好明顯。所以你手頭呢10萬蚊真正嘅價值，唔係你將佢守住真正嘅價值，係你將佢換成一副用得屈嘅身體，換成一個唔會令你至親煩惱嘅安排，換成一份寫好嘅檔，換成一個唔使日夜擔心嘅心。錢用咗之後，錢係少咗，但我可以同你講，你嘅日子會好過好多。到咗呢個年紀，最大嘅福氣唔係富貴，最大嘅福氣係唔使睇人面色，唔使睇人面色，因為你行得屈，唔使睇人面色，因為你使得錢，唔使睇人面色，因為你留低嘅嘢自己一早安排好。呢啲嘢就係要用你今日嘅決定去換翻嚟。你今年65至75歲呢10年，就係你最後可以主動安排嘅10年。你行得，你走得，你聽得到我講話，你嘅頭腦仲清醒，呢個就係最好嘅時候。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有一兩句入咗心，我想請你做一件事，喺留言區打4個字平安到老，你打出嚟就當係你對自己嘅一個承諾。同時你身邊一定有同你差不多年紀嘅人，你嘅老伴、你嘅兄弟姊妹，你一齊飲茶嘅朋友，你喺公園做運動嘅街坊，佢哋可能牙痛忍緊，可能廁所未裝扶手，可能平安紙未寫，你將呢篇文章傳俾佢哋，可能就係提醒佢去做身體檢查，可能就係提醒佢去裝條扶手，嗰條扶手可能就救到佢嘅晚年。呢個係你今日可以做嘅最實際嘅一件好事。如果你覺得我講嘅說話對你有用，歡迎訂閱。我講嘅嘢未必好聽，但句句都係真心想你聽到嘅。我哋下次再講，祝大家平安到老。